我係 Adrian Lau 啦，就星光大道扶輪社嘅。咁我喺2023年就做過社長嘅。其實做義工或者回饋社會嘅工作咧，其實想做好耐㗎啦。我嘅舊同學啦，PP Dominic 咧，亦都揾我，咁我亦都係參加過扶輪社啲活動啊、例會啊啲咁樣，亦都覺得係好適合我去加入呢個組織嘅。2017年嘅時候咧，就加入咗星光大道扶輪社啦。扶輪社咧就係一個有規有矩嘅地方嚟嘅，開會啊或者 close 個會之前咧，社長都要敲鐘嘅。23年度我做社長嗰陣時，我搞咗個活動係消費券嘅一個活動，幫嗰啲中小企一啲小商戶，由佢哋去派發一啲消費券俾嗰啲居民去幫襯翻佢哋，從而大家都會有一個互惠嘅作用喺度啦。因為扶輪係一個好好嘅國際嘅一個平台，能夠俾我好多機會去做一啲或者籌備一啲人道主義嘅服務，好多機會同好多不同嘅人溝通啊交流，有好多學習機會俾我。入邊亦都有好多不同嘅崗位，譬如話membership 啊、foundation 啊、public image 啊呢啲等等咧，係我要去學習。期待就係話喺不同嘅時間裏邊咧，我能夠喺不同嘅崗位裏邊咧，係學多啲，貢獻多啲俾扶輪，亦都能夠從而係貢獻多啲俾社會。RI President 有講過 ，We can create magic with every project completed, every dollar donated, and every new member。喺扶輪入邊咧，其實我哋可以有好多不同嘅機會，可以去做到一啲比較創新、個影響力大嘅一啲服務。呢啲就係呢啲扶輪嘅魔力啦，就係我哋能夠係將自己嘅一啲夢想或者一啲希望，能夠將佢變成一啲真嘅事。更加重要就係話，令到更加多人去受惠。